5, 4, 3, 2, 仲有大約2個星期，4年一度嘅世界盃就正式開始。無論你捧嗰隊成績好唔好，呢個賽事嘅嘉年華式氣氛，相信都會令你着迷。不過你又有冇諗過，由1930年開始得13隊比賽，到今時今日2026年變咗48隊球隊比賽嘅呢個96年歷史入邊，原來都發生過唔少靈異事件，當中有啲甚至牽涉人命傷亡。今集我會同大家分享其中5個靈異個案。開始之前，循例請大家幫手訂閱呢個冇乜人訂閱嘅 channel， 同埋撳一撳下邊個 like。你一個小小嘅支持，對我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鼓勵。馬拉簡拿敗部幽靈可以話係世界盃歷史上最著名嘅一個由集體創傷演變出嚟嘅鬼故。故事嘅背景係1950年世界盃決賽，當年嘅東道主巴西只要打和就可以贏到冠軍。場波未踢，巴西舉國上下已經當正自己贏硬咁，開始瘋狂慶祝，甚至連世界盃冠軍嘅紀念報紙都印好埋。世事往往就係咁，結果呢場決賽，巴西以1-2輸咗俾對手烏拉圭。呢場敗仗喺巴西歷史上被稱為馬拉簡拿之痛，當場更加搞到有球迷心臟病發死亡，甚至有人喺看台度跳落去自殺。自此之後，呢個可以容納10幾萬人嘅巨型球場就開始傳出鬧鬼。唔少喺深夜留守嘅球場保安同埋清潔工人都聲稱喺半夜3更嘅看台上邊，經常傳嚟一班人同時發出嘅嘆氣聲或者係喊聲。更加有人話見過一個着住幾十年前絕版巴西波衫嘅靈體，半夜3更喺草地度行嚟行去。巴西國家隊後嚟甚至因為呢場慘劇，決定放棄咗當時嘅白色波衫，改為一直用到今日嘅標誌性黃金戰衣，正正就係為咗驅走呢一個噩夢。喺比較近期嘅2022年卡塔爾舉辦嘅世界盃，都曾經發生過一個令睇緊直播嘅觀眾毛骨悚然嘅插曲。喺一場焦點分組賽嘅全球電視直播裏邊，喺一個 wide shot 影住成個球場連埋觀眾席嘅畫面裏邊，當時好多喺電視機前面睇緊直播嘅網友突然發現，喺觀眾席接近山頂嘅位置出現咗一個黑色半透明嘅人影。嗰個人完全係一個人嘅輪廓，但係身體就半透明，甚至可以隱約透過佢嘅身體見到後邊座位同埋觀眾。更加恐怖嘅係，呢個透明人以極快嘅速度由觀眾席嘅右邊一路跑去左邊。大家去過睇波嘅都應該知道，呢啲觀眾席嘅空間其實唔多嘅，有時你想行出行入去個廁所，都要慢慢係咁同人講唔該謝謝唔該謝謝先至可以行到出去。但係呢個人影竟然可以暢通無阻咁喺嘅人群裏邊咁樣跑法，而其他觀眾個個都若無其事。當時社交媒體有好多球迷都議論紛紛，討論到底呢個係靈體定係真係有球迷練成咗呢個奇技，可以喺觀眾席度咁樣跑法呢？雖然事後有專家解釋呢個可能只係廣播信號重疊而出現嘅畫面殘影，但係對睇緊直播嘅球迷嚟講，呢一幕都可以話係近年世界盃經典嘅一個靈異花絮。世界盃除咗鬼魂傳說，最常出現嘅就係巫術同埋詛咒。喺非洲同中南美洲國家，請巫師作法影響世界盃賽果嘅傳聞經常都會出現。但係講到最經典嘅一次，
一定要講返歐洲嘅比利時。同樣係發生喺2002年嘅卡塔爾世界盃，當時比利時其實係長期高居喺 FIFA 世界排名嘅第2位，而隊中更加有幾位正值狀態巔峰嘅球員，包括迪布尼啊、哈薩特啊、盧卡古呢啲球星，所以一早被外界視為嗰屆嘅大熱門之一。當時傳聞有對手為咗削弱比利時嘅實力，對佢哋嘅訓練基地施加咗黑巫術。之後，比利時嘅球隊裏邊就開始傳出各種難以解釋嘅怪事，例如有球員喺完全冇對抗嘅情況之下無故受傷，有球員就話喺酒店嘅衣櫃無啦啦自己打開，甚至有球員聲稱夜晚瞓覺嘅時候俾鬼壓，期間仲隱約見到有個黑影坐喺床尾咁話，搞到第二朝冇晒精神練波。雖然球隊嘅官方回應都係例牌嗰啲咩惡作劇啊、無中生有啊、心腸歹毒啊嗰啲啦，但係嗰屆世界盃比利時嘅表現的確係嚴重失準而提早出局嘅，令到呢個巫術詛咒嘅傳聞就顯得更加撲朔迷離。位於墨西哥城嘅阿茲特克球場係足球界嘅聖地，佢除咗見證過球王比利同埋馬勒當拿封王之外，亦都係歷史上舉辦過最多世界盃賽事嘅球場之一。但係呢座咁宏偉嘅球場，其實有一個流傳咗幾十年嘅恐怖傳說。傳聞喺1960年代球場興建期間，由於工程規模龐大，而且為咗追趕進度，喺興建嘅時候發生過多宗致命嘅工業意外。當時有傳言指有幾個不幸喪生嘅建築工人嘅屍體係被埋葬咗喺看台地基下邊，呢個亦即係民間俗稱嘅打生樁。喺球場落成之後，特別係1970年同1986年兩屆墨西哥舉辦嘅世界盃期間，有保安員同埋其他工作人員都異口同聲話撞鬼。最著名嘅一個個案係據說有一晚半夜，當球場冇晒人嘅時候，觀眾席上面嘅走廊突然傳出一把細路女嘅笑聲。當時保安員聽到之後，即刻循住笑聲嘅方向過去睇下咩事啦。當保安員過到去，就見到一個着住黃色裙嘅細路女背住佢坐喺觀眾席上邊。保安員好自然就行過去問下佢做咩咁夜仲唔返屋企。個細路女冇出聲，但係就慢慢咁擰轉面。當保安員見到佢正面嘅時候，就發現佢成塊面係已經完全腐爛，完全見唔到五官。個保安員有冇嚇到傻咗就不得而知啦。但係時至今日，阿茲特克球場嘅員工最唔願意做嘅，仍然係要喺深夜巡邏看台。呢個關於阿根廷嘅故事，結合咗宗教、承諾同埋神秘力量，亦都係阿根廷足球史上最出名，連球員自己都深信不疑嘅靈異故事。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前夕，為咗適應墨西哥呢個高原嘅氣候，阿根廷領隊比拉度帶領成隊球員去咗阿根廷嘅西北部海拔2500米嘅偏遠小鎮蒂爾卡拉進行地獄式嘅集訓。據聞當時集訓係非常辛苦，成班球員為咗攞冠軍，集體更加前往當地嘅蒂爾卡拉聖母廟度參拜。領隊同球員當時向聖母許願，話如果阿根廷可以贏到世界盃冠軍，就會全隊一齊親自返嚟向聖母跪拜謝恩。嗰年馬勒當拿係整個賽事裏面盡顯球王風範，咁當然再加埋佢嘅上帝之手入球同埋一個世紀金球啦，順利帶阿根廷贏咗嗰年1986年嘅世界盃冠軍。
世界盃之後，阿根廷舉國狂歡，一班球員名利雙收，但係佢哋竟然完全忘記咗當初對聖母嘅承諾，成隊波冇一個球員記得返去個小鎮度謝恩。隨後神秘嘅聖母詛咒開始出現，阿根廷喺打後嘅36年入邊，無論陣容幾咁鼎盛，就算有埋全盛時期嘅球王美斯，都竟然鋪喺世界盃決賽或者關鍵時刻出局。後嚟連阿根廷足總都抱住寧可信其有嘅心態，為咗破除詛咒，佢哋足總喺2006年特別揾工人做咗一個聖母像送俾呢個小鎮。跟住到咗2018年世界盃前夕，幾位1986年冠軍隊嘅球員就更加親自帶同大力神杯翻返去呢個蒂爾卡拉跪拜聖母，補翻呢個遲咗足足32年嘅謝恩儀式。唔到你唔信，世事就係咁得意。當完成咗呢個遲到嘅承諾之後，阿根廷真係喺2002年嘅卡塔爾世界盃，由美斯帶領阿根廷打破呢個長達36年嘅詛咒，成功再次贏得世界盃冠軍。再過多2-3個星期，2026年嘅世界盃就會正式開始。喺夜闌人靜睇波嘅時候，大家又不妨留意下個畫面。如果咁好彩見到有咩靈異鏡頭嘅話，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啊。I've been watching you. I know what you've been doing.